3月14日，現貨黃金短線突然急升約10美元，金價剛剛觸及2994.02美元。由於金價突破上升三角形仍在發揮作用，黃金價格保持看升，金價有望突破3000美元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引發的貿易戰，以及對美聯儲放鬆貨幣政策的預期增加，推動金價的飆升。在本交易日，風險情緒是否仍處於最佳狀態，仍有待觀察。因為美國和歐盟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緊張局勢可能困擾市場，從而加劇美元的新一輪下跌，同時將金價推高至歷史新高。黃金最新交易分析：從黃金日線圖看，金價週四收於水平趨勢線阻力位2956美元上方後，確認突破上升三角形形態，買家需要突破3000美元心理關口，才能延續創紀錄升向3050美元大關。因此，黃金價格的任何回調都可能會被迅速逢低買入。另一方面，假如出現修正下行，金價可能挑戰之前的三角形阻力，轉支撐位2919美元。黃金買家的最後一道防線是三角形支撐線2898美元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